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破碎的石棉跟评价下不一样。它基本上是石棉还有水泥，它去混合而成的。石棉其实它是一种天然的，这个比较长的一个纤维。在制作石棉瓦的时候，其实会把这一个纤维打碎，让它变成比较短的纤维。我们可以看到石棉的健康危害里面，其实最主要的，它是从呼吸道进来，因为它是一个天然的纤维，不太会从我们的眼睛、皮肤进入。大部分在密闭的环境底下去使用的话，是安全无虞的。那唯一会有问题的就是，如果你把它抽出来，你就会暴露到。在安全使用，它就是在2层隔间里面的时候，在家务里面去量石棉纤维，事实上几乎都量不到了。在拆除作业的时候，会量到比较多。如果你真的本身要去做拆除或者捡拾石棉瓦，我们希望你还是要有适当的防护装备。这里面的装备稍微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手套，这个手套基本上是防止刺穿的这个手套。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如果你穿短袖，夏天你没办法穿长袖的时候，你穿短袖的时候呢，我们会提供这个袖套。那除此之外，事实上会有3个这种 N95 的口罩。除此之外，这个护目镜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在工作指引上，基本上这个不是必要的。如果说因为你怕有一些扬尘混着，可能你也担心是有石棉，那我们建议这个也可以戴。当然，如果你本身有戴眼镜的话，事实上也不需要用到这个。所以但整组里面呢，这个防护包里面我们会提供这些东西。在捡拾的过程，因为提供了适当的袋子，所以只要放得进去袋子的，就尽量不要破碎它。那如果有太大片的情况底下，或者它已经碎得很细的话，你要用铲子把它铲起来，务必一定要用水去把它喷湿。那因为石棉纤维在湿润的情况下，它就不会飞扬在空气中，那就可以避免我们从呼吸道去暴露到。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受灾的这个家户，事实上是大部分是老人家，对于一些作业他不太熟悉，就是说你现在有受损，先去跟公所讲，不然就跟环保局讲，我们有这样一个通报的程序。完了之后呢，你可能就要开始要拆，要装袋。那要装袋就是这样的防护装备。这个防护包基本上在公所有提供了那这个还是强调是因为是跟石棉相关的。所以这个防护包提供，就是一般的民众或许你就不需要这些装备了，留给这个需要做石棉拆除的这些住家那些实际作业的人员你家里需要有这样处理的方式的人所以等你装袋好之后呢，你就打电话跟公所讲说我装好了或者跟环保局说我装好了，那我们基本上现在在3天里面就会去跟你载走。事实上，我们本身是灾民啦，然后我们自己本身也有石棉瓦的建物，在风灾后那个屋顶完全破掉。那除了我们之外，事实上我们整个村庄几乎每一户，不能说全部，但是应该有8、9成全部都有石棉瓦的建物在住家的旁边。过去可能是作为仓库或者其他农业用途这样子。那这一次破得很严重，风又很大，所以吹的整个我们村庄的地板都是，还是有一些部分石棉瓦是我们虽然已经尽量处理，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部分，我们希望政府能够介入帮忙，我们一起面对这个问题。这样，那也非常感谢环保局，在一开始就有主动的释出他们愿意赶紧处理石棉瓦这个议题。在和政府合作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政府的人力上面也会有困难。那我们现在就是看看我们的民间这边有一些友好的团体，例如台南新芽这样，能不能或是其他的我们找其他的支点去把这些人力找进来我们灾区，然后用正确的方式，用保护自己的方式，一起来慢慢把这些散落在路边没有人捡的石棉瓦，把它整理起来，然后至少让居住在这里的人可以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子。
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21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府观光旅游局今年再次举办台南美食之都国际餐饮艺术挑战比赛。宣传记者会当中正式宣布，比赛为今仔日开始开放全世界报名参加。这届比赛结合国际级的评审以及台南的米其林推荐主厨，将伫个10月14号到16号举行。延续去年台南市巴由着市府观光旅游局，甲着纽西兰台湾国际度假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举办的国际餐饮艺术挑战赛，今年将伫个10月14到16来登场，希望透过竞赛提升台南美食的文化，打造国际美食艺术的舞台。嘛，毋望未来会用得到中央的支持，推动台湾来走向国际。武侠界最高的比赛是在华山论剑哈，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要行算哈？所有的美食的一个怎样挑战，国际性的挑战就在台南，好不好？好。刚才我跟立委报告说，哎呀，我们应该请中央也来办理这样国际美食竞赛，就在台南，因为我们从去年。台南市已经办第一届，有10个国际的国家来参加。今年虽然6个，但是也不少啦。我们也期待了哈，台南是一个美食文化之都。现在在这个挑战竞赛赛以后，再成为国际美食艺术的国都。我们所有各国的民族也来到我们台南来互相切磋厨技。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咱台南除了是美食之都，也是小吃最棒的地方。你看米其林、必比登都在我们台南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有更大的量能。我相信今年虽然我们没有米其林，但是我们明年一定有米其林。市府观光旅游局长林国华表示，去年赛事受到热烈的回响。今年则升级推出 TIFBC 的挑战赛，比赛类别更加丰富，评审的阵容嘛更有国际的视野。伫个活动宣传记者会，包括竞赛委员会主席，甲着纽西兰台湾国际度假交流协会会长拢到场。报名参赛从今日起开放到9月28，欢迎各界餐饮的职人、主食的好手踊跃来参加。详细赛事甲着报名资讯，会用到赛事的官网来查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推动社会主体，为伫个林德区的宜居仁爱社会主体率先完成。头一波总共有30户入住。市长黄伟哲出席入体典礼，向新住户致上祝福，期盼大家伫个台南拢会当安居乐业。台南市社会主体的政策对总统赖清德伫个担任市长的时来规划，黄伟哲任内动工移交，其中林德的宜居仁爱率先来完成，提供75户的社会主体。第一批总共30户的住户，赶伫个农历7月进前来入厝，并且举办入厝的典礼，能够迎接我们台南市的第一个社会住宅宜居仁爱住户的入住。那这一波总共在农历7月开始之前，总共有30户入住，总共宜居仁爱提供了75户的社会住宅，其中全部都是高品质，而且有非常多的公共设施，非常完美的内部设施，而且每一个住户好像都有附带很多的家具进去里面，所以几乎可以说是拎着一口皮箱就可以入住的社会住宅，在台南。所以欢迎大家。接下来我们还有宜居成功，还有今年底11月的时候有这个小东社宅的完成来欢迎大家可以入住。现场除了邀请各团的表演，另外还佫举办抽奖的活动，市场还佫为住户来送上推车的入厝礼，无论是搬厝、露营、买菜，拢真好用，展现市府对着社会主体的用心。宜居仁爱社会主体曾经得到2022年国家岛外建设奖，无论是设计或者是工程的品质，拢具有水准。总共75户，提供1房到3房这种的房型，并且设有无障碍的主体，是台南第一户完成提供入厝的社会主体。
未来陆续还有移居成功，目前已经完成抽考，准备签约来入厝。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有一只2公尺长的蛇被希望卡伫安南区农田边仔切狗，一直等一直亮。路过民众发现以后，通报公亲里长王金秋，因为这只蛇是无毒无害草青猫，所以王里长将蛇救起来以后，摕去偏僻的所在放生。做伙来看记者的报道。伫台南市安南区公下路者，因为附近拢农田，加上农民无用农药，天气一热，就时常有蛇出现。掠蛇的任务嘛，成为里长王金秋的任务之一。每一当至少拢会掠到10只蛇，毛地远测讲是蛇群。18号伫公亲寮，就阁有一只长约2公尺的大蛇被希望卡掉的。王里长接到通报，马上出动来解救。真粗掉，很大哦。我可疼。对啊。安尼好，很大尾。这只号做草青母的大蛇，虽然伫台湾产业真正看见，不过是无毒，卖当斗食鸟鼠。所以里长伫出手解救以后，嘛将伊炸到偏远的大牌来野放。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百货业者以永续甲地方结合的精神，首次推出 T368 城乡物产展览。用开箱台湾368乡镇的人文物产为概念，展出44件特色品牌产品，要让消费者体验台湾土地丰富的滋味，甲人文的魅力。历时超过半冬，亲自走访这个乡镇，新光山岳石手农业科技研究院为南到北翻山过水，发掘一乡一特色人文产品，结合品味、文化体验甲感官探索。T368 城乡物产展，目前当伫咧新光山岳新天地登场。这是星光3月呢第一次呢，就是这么大规模举办，就是 T368的城乡物产展。这是我们在推动永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专案活动。那我们希望说，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可以在我们全台几个店去做巡回举办，然后不断的开箱台湾最美好的人事物。那第一站的部分，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台南西门店展开。那活动时间呢是从8月21号开始到8月27号，总共就是7天的时间。我们这次呢，台南场的部分呢，邀请了大概超过40摊的一个就是台湾最好的一些商家的部分来这边做参展哈，很多商家都是第一次首度来到百货公司里面做这样的参与这样的活动哈，然后他们的商品呢也非常的就是纯天然，全部都是来自于台湾在地的农作物所制作的一个商品哦，所以可以趁这段时间呢，我们欢迎就是南部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这段时间来到我们台南西门店来鉴赏一下我们这次就是为大家开箱的美好的台湾的一些物产的部分。T368 城乡物产展包含10大兴农、8大青农、地区农会以及在地物产超过40外品牌，还有规划岗位食堂、职人讲座等12场体验课程，让消费者在采购的过程当中，嘛会当学习吸收到各种食农教育，亲身体验为产地到产道绿色饮食的美好。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弄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日前的风台甲豪大雨造成台南沿海重大灾情，有2间建设公司一南一北持续关心灾后复建，做伙捐赠200万，予台南市政府赈灾。其中亲近邻集团搁伫个建案的大厅打造府城最美之花，象征灾后重生甲希望的正面力量，要用人文艺术来安打人心。
勇夺10大杰出青年，也是当代表演艺术家张怡君团队持续用舞蹈作品来感动人心。这回围着新建案中府城最美之花的装置艺术来舞赞，除了传达国际建筑大师魏延吾设计的工艺美感，也象征台南灾后重生和希望绽放的正面力量，为府城开出一朵充满生命力的建筑之花。日方一直强调说，希望他们是用这个大理石，用大理石石材，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刻出来，所以这个耗时3年的时间哦，然后整片重组之后，那这个在晚上它发亮的时候会特别漂亮哦，所以我们把这一朵花定为是府城最美之花。市长黄伟哲和立委赖慧媛亲临剪彩，除了为府城最美之花揭幕，用人文艺术来疗愈人心。清景泽集团与白天鹅建设也共同捐赠200万，来展现政府和民间企业齐心赈灾的决心。立委赖慧媛更代表灾民深深献上一鞠躬。我们做好了很好的一个社会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想在这整个重建之路上面，我们台南市政府，我们中央政府会更轻松。非常感谢赖慧媛委员的这个支持，也感谢清麒麟跟白天鹅的大力相助，能够让灾民感受到心中的温暖，也感受到台南是一个有爱的城市。谢谢他们，那灾民一定能够好好的运用这笔款项迅速重建家园。这座超过6米高的装置艺术，除了在大厅永久典藏，也呼应建设集团回馈社会的品牌精神，用建筑守护家户的幸福日常。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东区复兴国小21号举办2025年第1届队歌3号复兴杯篮球邀请赛，开幕典礼400位小选手组织做伙以球会友。为期2天的比赛，除了要让选手拼球技、练活力，主要嘛是要伫个活动当中推行3好教育。2025第1届堆高3好复兴杯篮球邀请赛首届举办，规模盛大，共有台南、高雄、台北及彰化4县市24支队伍，共400多位小选手齐聚府城，展开激烈对战。这次的篮球邀请赛是堆高营造董事长杨正达先生所极力推崇的比赛。杨正达表示，透过篮球比赛发挥运动家精神，同时也推行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3好教育理念。为了推广3好校园，然后邀约我们全国24队的国小的队伍来这边参加3好篮球赛。那最重要就是除了把运动家的精神发挥之外，也希望能够把3好运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落实在每一个运动，落实在每一个我们生活当中，让每一个小朋友呢，在品格教育的陶冶都能够落实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样一个品格教育的陶冶。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把3好运动落实在心中，那我们的世界一定更加的美满。校长陈茂盛表示，复兴国小首次办理堆高3好复兴杯篮球邀请赛，非常感谢杨正达董事长的大力支持，让活动能够顺利举行。也希望孩子们在比赛过程中增进友谊，培养良好品德。我们复兴国小举办第1届的堆高3好复兴杯篮球赛，非常感谢我们的堆高营造董事长杨董事长大力支持这2天的所有的一个经费，让我们第1届的这个堆高3好复兴杯能够顺利来举办。那第1届的举办呢，也
马上造成所谓的盛况空前。总共4个县市24队400多位的学生的参与，让我们这次的这个三好的运动这个篮球赛呢能够顺利举行。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孩子呢，在这个比赛过程中呢，能够呈现出运动家的精神，也能够培养一个良好的友谊，让我们整个学生从小就能够养成良好的一个品德，未来的在事业上的表现呢，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堆高三好复兴杯篮球邀请赛，除了推展国小篮球运动，提升基层篮球运动水准，更培养良好的运动品德，促进校际间体育交流，也给予了学生发挥的舞台，培养出更多三好公民。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桃园中立一间开业超过30档的老字号铁板烧，实在青种类多，拢是头家一透早就到菜市仔去买。因为料好、CP 值高，连在地议员拢大力推荐，一只就超过20档，变成自亲的老顾客。铁板上牛肉跟鸡腿的油花被高温逼出滋滋的声音，一个翻面，肉的表面就有了美味的色泽。中立有一间在地开业超过30年的老字号铁板烧，食材新鲜多样，都是老板一早到市场采购挑选回来的，每一样都经得起舌尖的考验。被铁板煎的恰恰的外皮，更让海鲜的美味更上一层楼，让在地议员都大力推荐。在这里吃了超过20年，成为资深老顾客。这家伯爵铁板烧营业超过快30年的时间哈，那我应该吃了20几年哦，也可以说从年轻时候吃到现在哦。我讲这家老板的，不管在手艺也好，选品也好，以及食材的料理的方式，跟一般的平价铁板烧是完全的不一样。它的精致度，我觉得已经算是中上层以上的。那真的是百吃不腻，只要在跑行程的过程当中还没吃晚餐，跑完我一定来这边吃晚餐。就是说一克大概300块左右的铁板烧，但它的品质，我觉得大概是可能一定到达700-800块以上的品质。店里中午11点半才开始营业，一开门就有不少人特别过来吃饭，因为食材新鲜，料理美味，很多在地人都是3不5时就过来吃一次，还有人从小吃到大，到现在28岁已经吃了20多年，而且店里头还有老板特制在外面很少能看到的大薄片，都让老饕们赞不绝口。蛮常来的。蛮常来的，那你觉得这间店好吃啊，从小吃到大。从小吃到大。对啊。那你最喜欢哪一个？薄片餐好吃，牛肉的薄片餐。因为住附近，然后离我家很近，要走路几分钟就到了。那你觉得它的菜你觉得这间店感觉怎么样？好吃啊，怎么说？是其实吃蛮多年的，然后它烤得很有它的特色，然后它的口味也不错。你也常来吗？还好啊。还好。对啊。那你觉得这间店的味道怎么样？还可以。还可以。那个牛肉很嫩。老板30多年前在朋友的鼓吹下，一起到日本拜师学艺，将日式铁板烧的精髓跟美味带回台湾。他对食材的品质有着极高的要求，但价格上多年来却依旧保持平价。他希望让顾客吃到好吃的美食。这么多年来，也有许多老顾客的支持，甚至惜家带眷过来吃饭。还有一吃就吃了3代，让他直呼很有成就感，也交到不少好朋友。朋友介绍的叫我去看看，结果去看到这铁板烧，结果兴趣就来了就跟他那个学一下，就跟他一起在日本学。对，这个在这边做30多年，真的是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因为他们吃过后就会过来这边吃的时候就会聊天，还有他们都带小孩子来吃，小孩子长大了，小孩子又带他的小孩子来，就变成3代，有时候有2代，有时候有3代来吃。位在中立的老字号铁板烧，虽然店里头只有2个大铁板，但每到吃饭时间就有络绎不绝的客人前来，严选新鲜的优质食材，搭配老板精湛的铁板手艺，让这间小小的铁板烧成为在地人的隐藏美食。严选新鲜优质食材，搭配老板精湛的铁板手艺，让这间小小的铁板烧成为在地人的隐藏美食。用平价的价格享用高水准美食、高 CP 值的铁板烧，不仅是地方老饕的最爱，也是议员跑行程必吃的好味道。记者赖伟一团报道。台北市信义区拄啊开幕的百货商场，其因种植潮流品牌进驻，其中以融合艺术、
甲时尚出名的设计概念店，庆祝品牌50周年，特别推出艺术家 T 恤展览，邀请来自全球17位艺术家，用 T 恤做尾部，创作出一领一领会当穿上新的艺术品。展示空间以通透设计结合弧形轨道，让24件艺术家 T 恤在自动轨道上有如伸展台般移动展演，兼具视觉美感与艺术张力，横跨街头涂鸦、插画、摄影与行为艺术家的创作风格，让 T 恤不仅是日常单品，更是一件富含创意与思想的艺术作品。那 Agnes 本身，艺术家本身，他非常跟很多艺术家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每一季的衣服我们都会找很多艺术家来做他的作品，把我们放在衣服上面。那他想呈现的是，它不只是一件衣服，其实是一个作品。所以我们每一季都会有 Artist T 的这个商品。那这一次因为刚好是逢新的概念店开幕，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我们Agnes Bay 的 DNA 最代表性的一件商品，那展现给大家。那集结了17位艺术家，然后非常多的作品，让大家可以一次看到所有艺术家的 T 恤在这个品牌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 DNA 这样子。其中首次参加此系列的台湾艺术家 Creepy Mouse， 以擅长的英式歌德字体与涂鸦语汇为主视觉，打造秋冬新作预告。而门市外观抢眼的艺术字体，便是他以手绘书法演绎品牌创办人名言，展现独特的创作风格。那同时，我们邀请首位台湾的艺术家 Creepy Mouse 在现场帮客人去做一个客制化的手绘。那比如说你可以写上你想要的 message 或是你的名字，他用比较符合女性或是比较柔和的颜色去画了这朵花。那这朵花同时也是他这次我们 Artist T 上面的作品。那男装的这边刚好是用他最著名的英式歌德体去写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 Style, a state of my mind， 就是Agnes 一直强调，就是我们不追随潮流，我们要有自己的风格。这场艺术家 T 恤展不只是一次时尚陈列，更是艺术与生活的深度对话。参观者不仅能欣赏艺术品，也可以将它穿上身，成为流动的画布。从巴黎到台北，艺术在 T 恤上自在流转，继续以创意与风格启发生活每一刻。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
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